戒严月历，农历的啦。参考万年历 APP 手机应用程式，供 Google Play 商店搜寻万年历，下载安装，开启以后可以。现在2019 11月，然后找出来以后，它有阴历的、农历的日期，有的注明神明、仙佛、圣诞日期，不要得罪天地神明、鬼神等等。保命保健康，趋吉避凶啊！有健康的身体还好啊。上传到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上传到道群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从2019年的11月到2020年12月，然后又到2021年的2月份，要配合农历到1月份了，12月结束，然后又到隔年的1月份了，元宵节过左右了，可以用手机程式，还有用手机的语音助理 OK Google， 屏幕正下方圆圈 Home 键，长按 Home 键，然后来说 OK Google， 请开启影片修行戒淫月历农历。我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相关资讯，只要按搜寻结果，修行戒淫月历农历。戒淫及修行月历了，我已经有戒淫及修行月历了嘞。你看，戒淫及修行月历，还有网络版的，每天自动更新呢。戒淫要注重戒淫啊。现代戒淫，善书图书馆，还有戒淫。你看，戒淫及修行月历，可以用手机程式 APP 下载。搜寻万年历，这是几月份呢？2019年11月，现在是活历2563年了，农历岁次己亥年了，己亥年，先低，你看农历还注明那个日期你看农历10月份初一啊，初10啊，你看4天王将啊，不能行淫呢，夫妻要戒行法，患者说一年内会死亡违反的话1年内会死亡从那个前一天晚上11点就开始算呢。你看，还有春分、秋分啊，夏至、冬至啊，或者是立春、夏秋冬啊，当天还有前3后3，总共1个礼拜。你看，一年中要禁止触犯的很多的，所以有这个农历参考做记号，然后避免触犯天地神明，保命保健康比较重要啊。按右3点，按分享，你看可以分享，也可以分享，你看，按分享。分享到那里呢？修行日历啊，没有说戒淫也是用这个
修行日历，你看，你看有注明神明鲜活圣诞日啊，禁止男女行房，有请农历10月初1啊，还有这个农历10月的初10啊，你看4天王将啊，换的话1年内会死亡的，趋吉避凶比较重要，保命保健康比较重要。要修行月历或者是农历的哦，这个修行日历，要注明神明鲜活圣诞日期。你看戒瘾及修行业力的，等一下搜寻那个影片。戒瘾及修行业力，每天会自动更新哦。要活菩萨圣诞日、天神巡守日等，有吗？还跑掉了吗？不见了，不见呢，奇怪。啊，这个是戒瘾年来的福报，戒瘾1年来会有福报。戒瘾1年来的福报，戒瘾1年来会有福报。激发起我戒邪淫的是今年1月1日同学聚会。戒瘾啊，戒瘾保命保健康啊，可以搜寻这个修行保命戒瘾日业力，来修行保命戒瘾业力。OK Google， 请开启修行保命戒瘾业力影片。我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相关资讯，只要按一下底下的搜寻方块。修行保命，很有经典哦。修行保命啊，刚上传的影片还没有马上可以搜寻得到啊。在手机云里，请开启。下面是搜寻到的结果。OK Google， 请开启修行保命戒瘾如要业力启用、影片。关闭或变更 OK Google 设定，请清楚下方的 Google 助理设定。再按一下。OK Google， 请让我看影片修行保命戒瘾业力。我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相关资讯，只要按修行保命戒瘾业力，这个比较早送上去的，你看就可以搜寻得到。刚刚送上网络了，你看，这个就刚刚送上网络的影片了，可能还没有进入资料库啊，还搜寻不到呢。戒瘾保命。修行保命戒瘾业力农历资料，按照这个来搜寻，按荧幕正下方 OK Google 语音助理长按 OK Google， 请让我看影片修行保命戒瘾业力农历资料。没问题，即将播放 YouTube 推荐影片。对啊，应该是这个才对啊！戒瘾保命啊，修行保命戒瘾业力农历资料。这是手机程式 APP 下载，开启可以找到。做记号啊，避免患病，避免心慌，保命保健康重要。冬天要
受惊了，不能了。每一个都把它花了。对呀，每一个都可以分享的花了。啊，一个一个分享，一个一个。要是你。差不多，因为它平时空气都坏了，不舒服。这人小心保命，这人业力容易出来。唉。参考的这个月历啊，农历的有日期，有生活诞生的日期，做记号啊，该戒要戒烟，保命保健康重要。